團費只需2999蚊起。廣東旅遊推出西藏12天全景遊，人生總要有一次親眼要睇睇西藏巍峨神聖嘅布達拉宮。但係一諗到西藏平均都3-4千米嘅海拔喎，好多朋友仔都因為驚高反缺氧，驚身體頂唔順，所以望而止步。唔使驚，今次廣東旅遊我哋用最科學、最貼心嘅有氧安排，幫你圓咗西藏夢啊！我哋特別採用咗青藏鐵路有氧列車，低海拔慢慢入藏。旅遊巴上面更重本安排咗大氧氣筒，每人再送一支攜電式嘅氧氣瓶，保證氧氣提供嘅同時，仲更加安排隨團醫護人員全程照顧你嘅身體，真係貼心又安心啊！仲有喺拉薩、山南同日喀則，仲會升級入住供氧酒店，幫你完全解決高反煩惱。行程帶你深度玩轉西藏，包門票進入天空之城布達拉宮，去巴松措漫遊高山湖泊，同埋西藏三大聖湖之一嘅羊卓雍措，特別包埋你體驗熱門嘅藏裝旅扒，每人送3張電子靚相添。再去集十輪報紙打卡西藏財神廟集機寺，到集西曲登村欣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雪巴藏戲，去羅布林卡欣賞珍貴嘅藏族佛教文物，真係體驗咁拉滿啊！除咗睇景，食嘢仲係一樣有特色，熱辣刻骨嘅蒙牛肉火鍋同烤羊特色宴，再去百貨街悠閒咁嘆翻個精緻下午茶，喺藥王山影翻張50蚊人民幣背景相。最正嘅係，我哋保證全程絕無自費景點，等你可以玩得最無憂無慮。12天有氧全景遊，團費先至2999蚊起。廣東旅遊全程幫你保駕護航啊！想過一個圓夢之旅，即刻喺評論區留言西藏攞行程啦，或者撥打廣東旅遊熱線到香港各大門市報名。西藏之旅，我哋幫你圓夢。我係廣東旅遊嘅宏仔，我哋下期見。